5号下晡来到台南社大旅游亭参访，旅游亭的营造到今年已经是准备要来到第6档。今年开始开放予机关团体申请来参观。为着要因应全球暖化造成极端气候的缘故，所以应该要予大家做伙来重新熟悉咱的大自然，学习要安怎重视咱的生态环境。阮即个旅游亭就是希望讲，咱的建筑，咱就是甲土地摕起来利用，你爱回馈予生物甲植物里面大，那这种就是最好的方法。所以阮伫遮的找足这种物件，它可以在这里互相轮替，尽责。物竞天择，底下留落来，所以底下植物都很健康。阮也无啥咧照顾，也无啥需要用足侪水餐风引渡，伊就当活甲像安尼。所以应该都是可以的。伊含伫室内是不一样，它是伊伫有着伫空气中有基本的水分，啊，佫会当接触着露水、雨水啊。当然，它就是无形无言的咧。替咱回馈咱大地的空气调整，什么空气污染上，经过它一定是很好的，而且整个都市的温度会降低，这个是最重要。我是感觉我要推行这，而且低维护、少费用啊，就会当栽甲足水，小小的顾，每一个人厝内若当做一点啊，对社会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。社大职灾老师李武昌嘛，简单的来向大家说明旅游亭的打造概念。北区区长李煌新甲南区区长肖秀华嘛，做伙到现场来共同学习，要安怎来打造出健康的绿色环境。在这个旅游亭成型之后呢，对我们的整个教室也好，或是未来的住家也好，都有相当的降温的作用。那除了降温之外呢，其实我们在建制旅游亭完成之后，也为了这个地球的暖化，做了一部分的心力，让我们地球的温度可以因为你的旅游亭的建制，慢慢不会再有很大的恶化。那所以在这边也非常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，如果说家里面有想要建制旅游亭的，也可以来接洽我们的台南社大，那这边也有很多的老师可以来提供我们技术指导。旅游亭会当减少空气污染，同时会当帮助建筑物来降温。因为花草树木的关系嘛，成为真侪鸟仔佮有虫拖来休困的所在，进一步促进生态链的循环。欢迎大家会当踊跃来申请参观，做伙努力打造绿色的健康社区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台南社大旅游亭。